接了家对人对了，就路啊，鸡然后在哪里？打人我鸡在哪？我鸡在个，我鸡在哪掉了了？啊，有呀，不，有么那个？嗯，多掉。是这叫贵，叫叫这种啥子不来？贵多嘛？我们，咱老，哎，那在几那里？嗯。我冇查车。你没做的。冇那边嘛是。冇那股。冇那边。冇把那块不到。要kalau冇去kalau没得过没是。冇把那。冇那边没有什么，看对啊，这么拿了。不去了。嗯。冇破了，冇把那边就冇破去。去。冇那边，冇那股。我地主也，马大人那我们明天查到六个对吗？我看到碰到6个白的这些叫地主人嘛，嘛是。你现在比如现在对不对啊？就。现在对起了，哪家了？我给了白的，冇你3万白哦。就我没，我叫这个没把带拦开了没？我一拿来。啊，一把那个来偷偷。是啥被没了你们？啥了哎？啊，你哥把钱打了包起去啊嘛？一把给哈，这边打一手。啊，你再来干哈？不是。啊，去这边。啊，去这边。我没看到把钱打了包起来带过去啊嘛？怎么？拦开了。怕出大。你说么了？妈咪干这些。啊。啊，出啥来了？他老家大了错。啊？他老家大了。哟，这青叶的，然后打了啥个的那个？快点就这啥起来是他们背。啊。我到背说就来了没？是他们背。哎。哪里？cái tiền cái đôi là vô là chơi vào đây ra cái đôi là tiền ra rồi, ông nuôi mất nuôi chơi tiền nuôi sao mà, bắt đây khỏi sao ra là bọc kia à? nó chơi lên nó chơi thả ngang luôn vậy, nó我认为是啥背了是，啥的啦？没拿去，他把高开对脑袋啊，这，今天我看了什么没喂？一包，you careful boy， yeah， 一骗你了。怎么骗我去叫？这对我这嘛？哎，骗你那个呀！一路你就叫来上。嗯。那好些也错对吧？对吧？除非拿手机嘛嘛，那知道吧？哎。拿咖啡了。哎，咖啡。去了，他带来了。哦，没带那个的。哦，那就没咖啡了，带了。没带回来呀？那有他都过来，我300都贵。我靠，打钱嘛，外面。啊，这里也嘛。嘿嘿嘿。什么？说好打钱嘛？你他妈掉了。那你还谁还没把啥的？那么有小单那比了嘛？还？你看上。真的哇。要喂，这呀。你来啥干啦？哎。我给家大的。家大一炮，我不行了，就过来。咦。家给嘛？我这样我知道一对对那呀。下来了。好叫下来。OK， 你不干不来？哎。哦，我去那TV，我把人家这个来了。下来了。我叫了，现在。